待多久？哎呀，是说这个笑话，这个海边呐哈，这个有一个怨妇走来，好啊，因为这个怨妇也是单身一个人，在路海边走，踢沙石啊这些，哎呀，咚踢到个东西，而且三门一样，捡起来一看，哎呦，一个像一个油瓶不像油瓶的，油壶不像油壶。哎，这刚我可能拄到阿拉丁神灯夜壶，那我可能看到个金小小切切，我刚丢了五斤了，就把它清理一下，带回家去了。是，用一个桐油来擦擦，这感觉跟他没败啊。哎呦，真的出现一个阿拉丁神出来了！我爹来得过来清理啊！我清理啊！什么人放我出来，我就赐他3个愿望。好。但是我的愿望不一样，你的愿望许下去以后，你讨厌的人跟你的仇人都会得到双份的，不管好处坏处。啊，哎呦，跟我记得代价啊，差不多了，先满足我的愿望。说完以后，哎呦，阿拉丁神就走了。是，心掏起了管梦，让我青春貌美，仿佛18岁一样。哎呦，真的变18岁上了。可是这个愿许下去，你想，连他的仇人呐。连她离婚的丈夫了，哎呦，通通变成9岁了，哎呦，青春的筹码比她还多了，假修皮就不甘办了。我多先过我家己10倍回心开心，我上介意都是10倍回心。18年一照镜子，这个愿望还是真的。第2个愿望更小心，除了有容貌之外，我还要有用不尽的财富。是，给我黄金1万两。哎呦，蜜桃金黄金几万两。哎呦，但是想到我看不甘办了。哎，包括她离婚的丈夫，全部变她的仇人，得到2万两。哎呦，才剩下一个愿望，那怎么办？绝对不能让他们没再回家行后。很难选，很难是啊，我扣掉神灯给回应都带个香杯。第3个愿望让我好好整整他们。求神呐！第3个愿望让我吓得半死。因为他吓得半死，他们就全死。哎呀，我就怀疑，我就送，我就送。神灯又丢了海边，他就走掉了，享受他的荣华富贵。是。刚刚是太太捡到了，这下海边又来一个无聊男子。哎呦，我太太门家又捡到那个神灯，去改是什么门家啦？这是男性捡回去，把7块买了，哎呦，神又来了！我在里面5000年，你出来，我要赐你3个愿望。别忘了，我的愿望是这样子：你的仇人跟你讨厌的人都得到双份的，不管好处坏处，自己好自为之，自己选择吧。神又走掉。他们讲有这个代志，他也是一样，让我恢复到18岁级的引导的笑脸给。一下子，哎呀，他也变了18岁。哎呦，离婚的太太啦，跟他讨厌的仇人，统统也是变9岁，29、18嘛，哇，假修皮。是。给我黄金也是1万两，哇，离婚的人丢了2万6，又变2万两，仇人统统得到2万两，怎么办？这很难去选呢。第3个他也不能饶过他们。吓得半死吗？不是吓得半死哦，男人都比他更狠了，够他毒。第3个想了半天讲，让我少一粒。我是啊，仇人都磨皮，所以你看了，哎呀，好像痛不欲生。告我真正有这个故事。